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4，箴言23章13到14節安尼講：囡仔毋通無教導，寧捶拍伊，袂直到死。寧捶拍伊，就通救伊的靈魂免落陰府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教導囡仔，免得因落陰府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對創世以前直到永遠，你攏無改變。你應允永無落空，你的話建立佇天，你的慈愛甲憐憫到佇萬世代。主啊，阮對未出世，你就揀選阮，阮的生命在佇你，你是引帶阮行永活的路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謝你賜阮豐盛的恩典，也懇求你，予阮的子孫永遠行佇你歡喜的路。主啊，求你賜阮智慧甲氣力，來教導後代子孫。因為囡仔毋通無教導，願用捶拍伊，袂直到死。若是用捶拍伊，就通救伊的靈魂免落陰府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